喽，欢迎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怡姐。一姐，我觉得啊，客家的梅子酱啊，我超爱的啦。因为呢，它不论是加海鲜、沾肉类，或者是加到料理里头呢，都非常非常棒哦。而说到了梅子，就是梅。你刚刚提到啊，梅就是梅子哦。那么提到了梅子酱，我想到了一道非常经典的客家料理，我自己也很喜欢梅汁鲜鱼哦。那么鲜鱼就是芹，芹就是鲜鱼了。你说的梅汁鲜鱼啊，我知道，我也非常非常的爱哦。而且呢，它这个梅子酱啊，酸酸的又甜甜的，哎，夏天吃真的很美味哦。而说到了酸酸的，就是酸丢丢味。酸丢丢味就是酸酸的。今天要教给你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梅汁鲜鱼料理很美味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芹家梅的料理你是以后，芹家梅的料理你是以后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带你一块来品尝梅汁鲜鱼。呀耶！哎，小朋友应该玩够啦，走，我们去吃午餐。我有点吃不下哎。我带你去吃酸丢丢味料理，保证让你开胃。累了哈，如果啊真的是吃不下的话，可以吃一颗梅哎，保证开胃。这个梅酸酸呢，好好吃哦，我胃口都来了。开胃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芹啊，上面还淋上了梅子酱哦，梅子酱啊，酸酸甜甜的，懂叉饭哦，保证你真的是胃口大开。小华，我跟你说哦，我真的回家去试做，结果这一道梅汁鲜鱼大受好评。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啊，夏天吃呢非常的开胃哦，而且做法也不难，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试试看。不过啊，在你准备在家里面呢动手试做之前，先把今天我们教给你的客家话好好牢记起来。首先呢，这梅汁鲜鱼不能缺少的梅子酱，梅子就是梅梅就是梅子了。那刚刚也提到了，它非常开胃，因为它酸酸的又甜甜的。而说到了酸酸的，就是酸丢丢味。酸丢丢味就是酸酸的哦。不过梅汁鲜鱼要好吃啊，一定记得要选新鲜的鲈鱼。这鲜鱼就叫做芹，芹就是鲜鱼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你复习的一整句客家话呢，就是梅汁鲜鱼料理很美味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芹家梅的料理你是以后。芹家梅的料理你是以后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就记进你的五脏庙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